竟然有繁体中文的万年历、黄历，还有日期转换的，国历、农历日期转换的，农历通胜、通书那一种的，还有电子农民历啊，哎呀，树流动静不是没有办法修成正果，但是做工具，只是工具啊。菩萨求法当以五明处求，五明按照东西南北5个位置来看的话，中央是佛学内明，东边，右边的话是医学医方明，左边西边的话科学工巧明，南边以文学声明，北边音明。理哲学逻辑推理那种因明，原因的因，明白的明，因明理哲学，明就是智慧。安装完了要开启了，你看有广告内容，免费的通常都会有广告内容。今天国历是8月29，国历8月29。啊，天然古佛圣诞哦，农历是7月多少？19。天然古佛圣诞，哎，昨天在夏营慈惠堂有拍呢，有录影呢，诵经的活动呢，原来是瑶池金母的圣诞日哦，农历7月18。瑶池金母的圣诞日哦，是夏营的慈惠堂主要是供奉瑶池金母，所以有那个诵经活动呢。今天是天然古佛的圣诞日8月31，农历是7月21，农历7月21，普安菩萨佛诞日一般民间都说普安佛祖啊，普安佛祖啊。宜兰盆节是上个礼拜六，7月15，农历7月15，然后国历8月25。23号就开始下雨，风大雨强又久，结果造成台南好多地方都淹水，然后现在昨天8月28号高雄都淹水，一半左右都淹水。